最近全国有真侪儿童确诊了转为重症的个案。24号，台南市收到 BNT 的疫苗，并伫咧25号伫相关的医疗院所开始进行儿童的预约施打。市长委托嘛特别前往龟林区的迪安诊所，亲自关心儿童头一天接种的状况。我们今天特别来这个归仁这边来看，第一天这个孩子开始施打疫苗。我们看到现场这个诊所的量人都已经填满了，他总共早上有40剂的疫苗，那这孩子都已经父母亲就带孩子来施打，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，有疫苗一定打得到。那我们现在的疫苗的供应是充裕的，不管是莫德纳，不管是辉瑞，都有。那这个只要上网去登记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说你还是觉得说要到校施打，等到我们恢复实体上课之后，就可以到校施打。那个家长所签的同意书不会浪费掉，也没有白做工，所以大家请放心这个部分，第一个量能够，第二个我们台南市还有疫苗预约的平台，已经是手续简便许多。第三个实体跟这个到校施打跟这个医院施打都有，所以请大家放心。另外，按照卫生福利部的建议，两剂疫苗接种至少要相隔28天，甲接种的时间越长，会当帮助提升免疫力，嘛会当降低心肌炎和心包膜炎的发生率。建议儿童两剂疫苗接种相隔上好是12个礼拜为原则上好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